日嘅題目係愛在軟弱中顯現。經文係選自羅馬書嘅5章6到8節。聖經咁話：我們還軟弱的時候，基督就在特定的時刻為不敬虔之人死。為義人死是少有的，為人死或者有咁做的。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，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保羅喺羅馬書同我哋講，我哋因信稱義，藉住主耶穌基督同上帝和好，呢個係恩典嘅彰顯。恩典係無條件嘅，係白白嘅賜予。唔需要任何嘅功勞或者善行作為交換。呢一份恩典之所以存在，係因為上帝嘅愛。當我哋願意相信主耶穌嘅時候，神就將聖靈賜俾我哋，聖靈都住喺我哋心裏面，並且我哋內心澆灌佢嘅愛。羅馬書5章6到8節提醒我哋，當我哋仲係軟弱，仍然活喺罪惡轄制當中嘅時候，耶穌基督按上帝所定嘅日期為罪人犧牲，釘喺十字架上為我哋受死。神當中少有人願意為義人捨命，或者為好人犧牲，但係基督就喺我哋仍然作罪人嘅時候就為我哋死。呢度彰顯咗上帝愛嘅無條件同埋超越人理解嘅偉大。上帝嘅愛唔係因為我哋配得，而係因為佢本性當中充滿憐憫同埋慈愛。即使我哋軟弱無助，甚至連自己都冇辦法愛自己，上帝依然願意為我哋捨棄佢嘅獨生子，好讓我哋得到救恩同埋永生。呢一份大愛被膾炙人口嘅聖詩奇異恩典所生動嘅表達同埋描述。第一節嘅歌詞係咁講嘅：奇異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喪今被尋回，瞎眼今得看見。呢一首詩歌嘅作者約翰牛頓，1725年出生喺英國嘅倫敦。細個嘅時候，媽媽就離開咗人世。少年嘅時間，隨佢嘅父親出海，生活動盪不安，之後就陷入放蕩，捲入咗非洲奴隸貿易嘅黑暗之中。1748年3月10號，佢嗰隻充滿奴隸嘅船遭遇咗暴風雨，船就嚟快沉啦。佢就喺半夜當中呼求上帝，神蹟般嘅事就發生啦。船艙嗰啲貨物嘅移動就阻止咗啲水繼續嘅灌入喺船裏面，牛頓就得救。嗱，呢個經歷成為佢生命嘅轉捩點。從此佢就棄住過去，重拾媽媽細個嘅時候帶俾佢嘅信仰，悔改回轉，全心歸向主耶穌基督，並且喺39歲嘅時候成為牧師。牛頓嘅生命從黑暗到光明，從罪惡到得救嘅轉變，正正係奇異恩典歌詞嘅靈感泉源，彰顯咗上帝奇妙無比嘅恩典。親愛嘅弟兄姊妹，基督仲喺我哋深陷罪惡同埋軟弱嘅時候捨命，
深刻咁顯明咗上帝愛嘅無條件同超越人類理性嘅本質。呢份愛唔係基於我哋嘅價值或者行為，而係根植於上帝豐盛嘅慈愛同埋恩典。正正係呢一份喺我哋最脆弱、最破碎嘅時刻接納我哋嘅愛啊，使我哋勇敢面對內心嘅不完全同埋軟弱，唔再掩飾同埋逃避，而係坦然嘅接受自己，從而喺上帝嘅懷抱當中揾到真正嘅安穩同埋自由。上帝嘅大愛唔單止係我哋信仰嘅核心，更係生命轉化嘅動力，呼召我哋活出真實無懼、愛人如己嘅生命。讓我哋一齊默想啊！當你軟弱或者失敗嘅時候，你係咪相信上帝依然深愛住你？點解呢？你曾經有冇覺得必須改變自己先配得被愛啊？呢一種嘅諗法有啲咩嘅影響？面對其他人嘅軟弱嘅時候，你係點樣學習包容、接納，而唔係先要求對方改變啊？讓我哋一齊祈禱啊！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無條件嘅大愛，喺我哋仲係軟弱、仲係罪人嘅時候，就為我哋捨命，讓我哋喺你奇異嘅恩典裏面得到拯救。求聖靈持續澆灌我哋嘅心，教我哋明白恩典嘅心意，讓我哋喺軟弱當中得力量，喺困境之中睇到光明。願我哋生命因為你嘅大愛而得到更新，全然嘅歸於你，都願意將呢一份愛分享俾軟弱嘅人，使我哋活出你嘅愛，成為祝福嘅器皿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，誠心所願。